连结的方式，这个是没有交集的音，叫做连结式。然后串联式是会有两个音或一个音会重叠。好，下面那个重叠式的，重叠式，下一张，下一张。哦，不是，重叠嘞。好，我要讲的是这个三声音如果很紧密的话，我们阿美族有一个 keyword 叫做马拉隆。马拉隆就是我很时髦的把它翻成存在的乡愁，就是你的灵在，然后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永远在祖灵那个他乡的乡愁。所以为什么原住民很什么知足啊、乐观啊，什么很嗨、很开心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有灵魂，他的灵魂是很良善、很美好、很多爱的，所以他会跟大自然的灵很和谐，跟所有的人的灵很和谐，然后跟这个所有他碰到的事情都会是一个，他觉得他活着再怎么难过、开心都不重要，重要就是你知道你的灵永远是要回去祖灵那一段，所以他会觉得，哎，安嘛安度嘛，能度还难度，就是阿嬷讲的，既然这样还能怎样，就这样吧。哦，永远是这样灵观的一个生活的态度，所以人家可以活到99岁吧？对，就是这样。有灵魂观的老人绝对可以做到这个。啊，所以以后你们分析，如果是这个越多的地方，就是越属于我们核心灵魂的浓浓的爱的感觉。啊，你会那个时候会非常像人啊，就是很有那个爱的那个味道去对人对事情。啊，看到风一吹，就像阿妈讲的，哎呀，马达瓦古巴利，风在笑，好，那是何其这个灵魂是什么样的那个极品。好，风一吹，他知道风的灵在笑。好，所以如果你没有灵魂，其实你很难享受这个世界的美好，或者是即便是不开心的事，你也可以化解的那种马拉隆的感觉。所以这个是声音可以把吼汉呀变成乐句。好，这主要是讲这个。好，下来。好，其实简单的说啦，哈，这个为什么这样子？看得到吗？一是什么意思？在，好，在这里。迪尼、比如嘛，啊，有的都一是在的意思。啊，就是阿多是我。比如说阿嬷，我们这边的爸爸叫阿嬷。好，我的，哎呀，妈，我的谁？我们只知其母，不知其父。南区的爸爸叫什么？妈妈。妈妈就是吉妈，是谁的意思？谁呀、就是我的爸爸。好，所以母语里面就可以知道母系社会怎么来的。好，那以那的话是在我，就是你妈妈其实跟你是一个灵的意思。啊，就是以那妈妈啊，就是我的意思。所以阿妈他们啊对，就是啊我对着灵说哦下来，就会啊对，啊就会有很多那样的称词啊。好，欧的话就其实不是天的意思啊，就是应该是天上所有的灵，啊，就是无形的灵。哦，其实像很多宗教的那个语汇，很多这个欧嘛那边欧，对吧？很多欧的，对吧？基督教有吗？哦，主耶稣，有吗？有啦，哦，有啦哈。这个是很宗教的这个原来的原始的声音，很重要的一个声音啊。这个黑的话就是由下而上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翻译，就是黑，就是不管是心态内在的，还是说有带祭品的，或者是那个意思，就是很谦近的由下而上的感觉。啊，不一定是用看到内在的也算，其实就是往上记或者往上拿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黑这个字。好，来。简单说就是这样。好，看一下它的空间观哈。灵，所有的灵都是在比我们上面，所以哦的话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哦，就是灵啊，请你下来这里，对不对？就刚刚像我们那样我们刚刚是然后有，就是你的灵在这里，来这里呀、在这里，灵啊，你的灵回来这里，哦，所以会有的灵。好，如果是哈。嗨的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怎么样？我在。
我在是非常宗教的语汇吧。耶稣说：“我住在你里面在。”好，所以我在这个是非常神圣的一个，对灵魂的一个承诺嘛 ，promise 嘛的宣告。好，我在。好，如果是哈黑呢，就是怎么样？我记。好，或者是我很谦逊的由下而上。所以那个引领的歌为什么刚刚我们听到很多黑的音？哦